咱来关心电价哦，昨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讲，民生用电无要起，工业用电哦要起12.5%。有学者是真烦恼，讲一寡团产的业者会真吃力，无可能会搁来带动物价搁再起哦。全国商总是表示讲，一寡饭店若无法度应付电价起，可能会卖掉，还是讲会倒经。无旅馆业者是表示讲，明年开始可能会起一成。国内上新的电价将会自16日开始实施，即便伫咧合理反映台电成本的前提之下，工业用电连续第4遍调起，即便起码是12.5%，每一度电差不多4.29块，民生用电是维持无起。民生用电的不调整，就是符合照顾民生、稳定物价这一方面，我们在基本一些小商家，我看到它是还是维持原价不予调整的。有学者讲，即便调整电价可能会有2大问题。伫国内生产产业部分，包括 AI、半导体等科技厂，拄到迄类压缩，对也未复苏的传统产业来讲，更加是加重成本起价压力。另外，虽然民生电价无起，不过敢会搁再有关民众预期起价心理也要观察。台电预计电价起价了，对今年的 CPI 将会影响0.03个百分点。当这个厂商呢把成本呢转嫁给消费者啊，那人民感受到的是这个物价的压力啊，所以感受呢跟这个到时候的这个通膨的数据呢可能会有一段差距。若是学者提醒电价所带来影响，全国商总营务理事长赖正义也讲，今年各路市场无好。业者经营成本增加，怎么搁起电价，和经营更加困难。中小型的业者呢都撑不住的，他们都想要把它卖掉，甚至于去参加都更把它拆的。不同的星级饭店来说，会有不同的调整。以所谓的3星来讲的话，我们应该会调整大概是10%或者10%以上。10个电价起了，虽然会当帮助台电的财政收入，不过恐惊依然是无法度保护到台电的财务亏损。即便电价不是大家拢做伙起，有一寡产业适用减半，或者是无起价，就是希望会当降价、起价的冲击。不过电价若起了，依然和无价起价加恢复核电的议题，会和大家搁再提出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